剛咪見到咧就係7號車啦，就係我哋香港車迷好熟悉嘅咧，就係籌偉冠啊。29歲嘅籌偉冠，咁啊亦都以往嚟講咧喺香港咧進行過好多嘅賽事啦。咁啊記得咧佢喺呢個80同埋81年咧喺香港咧曾經咧就係屢次獲得冠軍，更加咧獲得呢個獎學金咧去到英國咧就係接受訓練嘅。咁喺今次嘅3個5港京拉力賽呢兩屆嚟講咧，佢亦都係成為香港隊嘅一個主力嘅人物啦。咁佢今次所揸嘅咧就係30嘅史泰龍 Turbo 啊，咁啊4輪推動嘅，係220匹嘅一架車輛。佢嘅助手咧就係姚向輝，咁啊姚向輝嚟講咧，亦都係香港一位最佳嘅領航員啦，亦都同啊籌偉冠咧係合作咗好耐㗎。佢自己咧亦都嘅職業同車咧亦都係有關，係一個車行嘅經理嚟㗎喎。合作咁耐，亦都咧就喺香港進行咗咁多賽事，應該咧今次會有好好嘅把握㗎。嗱，跟住鏡頭，我哋而家見到咧就係8號車手啦。咁啊，日本籍嘅西山寬同埋永山正寬咁啊，揸嘅咧就係 Toyota Supra 嘅。咁啊，西山寬咧今年就41歲啦。舊年港京拉力賽咧佢就慘啲啦，因為意外啦，嘛受傷，而且咧就係要住咗醫院幾日㗎。咁不過咧佢話屢敗屢戰，今年咧就捲土重來啦。咁啊用嘅咧 Toyota Supra 添。咁呢一架車咧曾經咧就喺英國 A 組嘅賽事出現過，咁啊夠晒馬力㗎。咁其實西山寬咧並唔係話技術唔好啊，但係咧就係唔係好夠運啦。咁舊年嘅港京拉力賽運氣差啲，咁希望咧佢今次咧能夠完成賽事，取得較佳嘅名次啦。我哋見到西山同埋永山而家咧就係出發啦。咁其實西山寬咧就曾經咧喺呢個菲律賓拉力賽亦都係贏得第4名嘅。咁照計經驗嚟講咧，就應該係有嘅。咁只不過咧有陣時路程嘅關係咧，賽程唔熟悉啦嚇，可能會有意外都唔定嘅。好，而家熒光幕見到咧9號車由香港車隊嘅麥錦成咧同埋黃永全咧係拍檔㗎。咁啱咁巧兩位都係35歲嘅車手，所揸咧就係30嘅 Lancia Turbo 嘅。咁啊，麥錦成嚟講咧，記得85年嘅廣京拉力賽啦，就只係得個18。最主要原因咧，因為佢機件咧發生故障。佢話今次咧好有信心啦，應該唔會就重蹈覆轍，好似舊年咧咁運滯。咁啊，上2個星期咧喺香港同埋呢個中國嘅友誼賽裏面咧，就唔係好彩發生過碰撞。希望咧一陣間咧出發之後咧能夠事事順利啦。咁啊，記得佢82年咧已經係開始參加呢個香港嘅拉力賽，好有經驗一位車手啦。佢嘅拍檔咧就係85年咧就已經係開始大家合拍嘅黃永全啦。咁呢架車咧就係9號車香港隊，就係30嘅 Lancia Turbo， 而家咧就已經係出發㗎啦。咁記得咧係舊年咧佢哋亦都係拍檔嚟㗎。咁啊，希望今年成績好啲啦。係啦，咁啊跟住10號車啦，10號車咧就係日本籍嘅兩位車手竹平素信同埋森田英照啊。咁佢哋揸嘅咧日產 S10嘅竹平素咧就係今年39歲。咁啊82年開始咧喺日本已經係初露鋒芒啦。咁啊83年咧日本冬季嘅拉力賽咧係得到亞軍㗎。咁呢個竹平素信咧，咁佢喺84年春季嘅賽事咧又再得到季軍啊。咁佢同佢嘅拍檔咧年紀係相差10年，咁啊助手咧就係森田英照啊。咁森田英照呢位副手咧今年29歲，咁同呢個竹平素信呢就係同鄉兼鄰居嚟嘅喎。咁兩個人咧就齊心合力，咁啊希望喺 B 組嘅賽事咧能夠先拔頭籌。咁我哋靜心睇下佢哋會唔會成功啦。9月19號咧自有分曉㗎啦。見到日本籍嘅兩位車手竹平素信同埋森田英照係已經出發咗啦。好啦，呢個咧亦都係3個5車隊嘅中國車手11號嘅盧寧軍。咁記得舊年呢就成績唔係咁好，只得個21名啊。今年呢就換咗30史泰龍嘅 Turbo。4輪帶動㗎，咁啊220匹馬力㗎，咁啊呢一架車嚟講咧，佢自己認為咧就未係話十分之熟習，希望咧就一路比賽嘅時候咧能夠更加咧就可以攞到同埋掌握得到呢架車嘅性能夠攞到更好嘅成績嘅。咁啊記得咧佢6月咧亦都去蘇格蘭咧就進行賽事。咁啊至於盧寧軍嚟講咧，就係曾經咧去過英國咧係接受訓練2次嘅，咁啊包括咧就係舊年同埋今年啦。咁啊今年嚟講咧進步比較快一啲，咁啊佢亦都係道信嘅學生嚟嘅喎，咁佢嘅助手咧就係趙燕祥啦，咁啊今年咧25歲嘅，咁就係武漢人士嚟嘅喎，咁啊今次嚟講路途咧亦都會經過呢個武漢嘅地區，咁啊希望能夠咧喺自己嘅地方進行作賽咧，咁啊會更加咧有好嘅成績啦。咁啊我哋亦都已經係睇過中國車手咧就係進行呢個賽事啦，咁啊亦都係出發咗啦。
咁啊，先後咧同大家介紹過11部車輛。咁由於時間嘅關係咧，咁啊可以話咧到此為止。咁我諗香港嘅車迷同埋觀眾咧都會好心急，希望知道更多嘅消息同埋更詳盡嘅呢一個報導喎。咁啊，我哋喺嚟緊呢個星期日嘅體育世界裏面咧，就會同大家咧好詳盡咁樣報導一下第2屆3個5港京拉力賽嘅情況嘅。係啦，咁我哋今日嘅報導咧就到此為止啦。咁今晚嘅體育世界10:05，我哋再見啦，拜拜。冇錯，今晚見啦，拜拜。好啦，咁啊睇過佢哋今朝早出發嘅熱鬧氣氛之後啦，第2屆港京拉力賽正式開始啦。咁第1架車出發咧就係1號嘅布傑斯同埋佢嘅領航員白格龍啦。咁呢隊車隊咧亦都被視為今次嘅大熱門㗎噃。咁再跟住睇到嘅就香港隊嘅車手9號車麥錦成同埋佢嘅拍檔黃永全啦。咁其實呢兩個拍檔咧，亦都喺過往幾年咧喺香港嘅好多越野賽事裏面咧，就已經合作好耐㗎啦。嗱，出發之後咧，佢哋就會去到呢個漆咸道啦。咁跟住咧，亦都會一路去到獅子山隧道。經過獅子山隧道之後咧，佢哋就會去到吐露港公路，然後咧一直咧係入到中國嘅境內啦。咁全程咧係3870公里嘅噃。咁一路比賽至到19號，咁亦即係咧就係中秋節嘅時候咧，就會完成晒所有嘅賽事。終點咧就係北京。